透过议员王家珍的门下甲见证，由大比遮国际文教公司发起的米谷传递爱的活动，今年已经进入第2档。21号上午，伫该公司举行关键仪式，包括罗兰青少年教养中心、南台南家扶中心、调兴基金会等5间社会福利机构受惠。大比加国际文教呢，从去年开始，我们第1年的米谷传递爱，我们募集了我们所有的家长、小朋友还有好朋友们的这个爱心，然后我们募集了800多包的白米。那今年第2年呢，我们更进一步，我们募集到了大概1400包的白米。那我们分别捐赠给6个国小，以及在场各位我们的这个在台湾各个地区默默行善的一个机构。那我们分别有这个潮兴基金会，有南家福，有联心园、香草园，还有罗兰这个机构啊。那我想我们呢很希望在接下去，我们每一年在岁末年终，我们都可以募集更多的资源，更多的爱心，可以让我们呢在这个所需要的这个，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家庭，我们可以呢一起来把这个善心呢继续传递下去。发起的这个米谷传爱活动，那我们家扶中心以及所有在场的我们的网络好朋友，我们陪伴我们弱势家庭、弱势孩子的社福单位，我们怀着12万分的一个感谢，那谢谢，我们会把这一份爱传递给我们所服务的孩子跟家庭。那我当然很期许未来我们的第2届、第3届的米谷传爱活动可以长长久久，然后我们这个爱心可以一直永续下去。我想非常简单的一句话，台湾最美的风景从来就是人。在民间的这些好朋友们，谢谢大比加发起这样子的一个米谷传爱的活动，而且呢，我们相信一年一年会有更多的回响，更让民间很多在默默行善、照顾弱势家庭的这些机构们呢，知道你们并不孤单。我们大家一起为社会注入更多的温暖、更多的正能量。除了社会福利机构，另外业者嘛透过议员的服务处，分别送予东区的东光、博爱加德高国小每校50包的白米，以及胜利、立新加海东等国小，希望帮助更多弱势学童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